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香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English and Taiwanese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拣一条英语的新闻，互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今仔日的新闻拢是国际吼，咱先来去印度看因最近的天气，足罕过的。这是阿华做的第一吼。无毋对，印度雷公四那上大雨， During heavy thunderstorms in India, 2天100外人去互雷公卡一个真死去。more than 100 people were struck by lightning and killed over 2 days, 人数破纪录， the worst on record. 连病院都淹水。 Even the hospitals were flooded. 院内罹难者的家属相难咧哭， In the hospital, families of the deceased were seen hugging and crying with grief. 出代志的时，因拢伫田呢咧做事。 When the incident happened, they were all out working in the fields. 田园空旷，雷公卡来， In the large open fields, when the storm came, 走嘛走袂赴，闪嘛闪无路。 there was nowhere to run and nowhere to hide. 逐当印度考旱要接雨水期的时阵，拢定定安尼雷公死那。 Each year in India, thunderstorms are frequent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ry season and the monsoon. 去年同期间有394人去互雷公降死去。 Last year, during the same period, 394 people were killed by lightning. Wow, no, that's it. 嘿啊，你想讲，因讲一遍雷卡落来，你一个人要互伊卡着，迄是20万分之一的几率呢。竟然因有通卡死100外人，哦，才2天的时间内呢。这样子。嘿，实在是。头拄仔听到迄个足奇怪讲法咯，你讲会互雷公卡一个真死去啊？这是安怎是雷公？因为雷公毋是 thunder，英语内底一定是 struck by lightning，毋是 struck by thunder。对，因为咱即马若要讲翻译，就是台语的雷公对应着英语的 thunder， 台语的四那对应着英语的 lightning。所以这是安那斗袂起来，咱台湾话无可能会讲迄个人去互四那卡死去，对无？因为其实这个背后的想法是，甲人卡死的，毋是雷公迄个声嘛，毋是四那迄个光，伊是直接讲互雷公卡死，伊所讲的雷公是迄个神明，伫传说内底有一个神明，鸟仔喙背后嘛有生石骨就是因为有迄个雷公伫咧。伊摕迄个钢推安尼卡落来，所以你听到迄个动词，伊才会变做互雷公卡死，互雷公降死。这拢是人手摕钢推做出来的动作。这那就是台湾的 Thor 版本，无毋对，其实伫我之前的演讲内底，我拢有讲到这点。所以你著伫即个表达内底，伊所讲的雷公，毋是干那讲 thunder 迄个声音，伊是讲背后的迄个神明来甲即个人卡死。都有即个文化的差别伫内底。安尼吼。咱拄则听着讲病院内底迄个罹难者的家属相难咧哭，你敢知影即个哭甲哭倒位无共？哭甲哭，我叫是哭可能较侪声音嘛，较大声。对，一般的语感嘛是安尼，哭就是声音的感觉比你流目屎的感觉会较侪伫哭即个字的意思是安尼。所以我就是认为讲安尼哭是毋是伫英语内底都毋是干那遐简单对应着 cry 即个字。嘿，因为英语讲到 cry 嘛有足侪讲法咯，所以若是较大声的，较迄种感觉可能是讲wail 安尼。wail，若是较无声音吼，就是敢若是流目屎尔。点点目屎流，安尼就是叫做可能叫weep。所以 weep 对应着台语的目屎流，cry 就是较普通的哭。若 wail 就是足大声的哭，可能是安尼，无毋对。所以还佫特别提醒咱少年朋友较注意，就是讲听即马较少年辈咧讲台语，可能伊拄则迄个情景，你会讲，迄个人伫田内底，互雷公卡死实在讲即个田内底听起来，
较无遐尔啊水开。是哦嘿，因为我从细汉听是大人吼，较侪岁人咧讲话，因拢会讲伫田林，也是讲伫田里，也是讲伫田呢。哦迄做有一个腔口差伫内底，反正不管是安怎，拢袂听着因讲伫田内底。因为田内底可能嘛是我会讲的话。毋过嘿，我有听过敢是甲厝伫厝呢共款。对，厝呢厝邻伫厝诶。敲电话转去问阮母啊，一定是讲，母啊，你即摆敢有伫厝诶？你即摆敢有伫厝呢？嘿，你无可能问恁母啊讲，母啊，你即摆敢有伫厝内底？听起来就介奇怪。嘿，你嘛听有，毋过听起来较无成台语。好啊，刷来有即个我有找书店啊，迄个可汗啊，后来我敢迄应该是讲dry season， 毋过即个可汗伫书店内底敢若毋是。你自即个新闻的顶下句来判断，伊伫遮意思应该是想要讲 dry season， 所以我就感觉即个记者用可汗即个词用伫遮应该是毋对啦，因为可汗伊的意思是伤久无落雨，已经有灾情出来啊，迄毋是逐当有的，迄是天然的灾害出来，才会叫做可汗。啊，所以你若是要讲逐当的 dry season， 一般的 dry season， 就你知影逐当一定拢会出现即款的季节，安尼是要安怎讲？我嘛是去字典内底查啦吼。若无你就是讲有雨季，就有干季。即个干台语较无咧用较文言哈。若一个较听有诶、较口语化诶，就是讲雨季甲大季。雨季、大季啊，雨季甲干季安尼。无毋对。所以这是rainy season 甲 dry season 较直接吼。正确。刷落来，你敢知影地球嘛有一个国家甲中华民国共款，是国际上都无承认伊是一个国家。咱来听看卖即个国家诶新闻报道。这是阿勇出的题。好，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is a self-declared state in the Horn of Africa。伫非洲角即个地区有一个家己方的邦国，叫做索马利兰共和国。Though its independence is not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ounds like Taiwan。虽然国际毋认伊做一个独立的国家。Somaliland maintains unofficial diplomatic contacts with a variety of nations。听起来嘛，甲台湾共款的吼。索马利兰甲真侪国家有关是有非正式的外交来往。Through a network of representative offices。嘛有互相通联络的代表办公室。Taiwan now has an office of its own in Somaliland。台湾当已經有家己一個代表辦公室伫索馬利蘭啦。And the country is now set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intern to Taiwan。刷落來，因迄邊代表嘛傳好勢啊，準備要派來咱這邊。Somaliland has plentiful natural resources。索馬利蘭自然的資源是足有額的。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could exploit to the benefit of both nations。若有通互台灣公司來利用，雙邊攏好康。These include rich fish stocks as well as oil, natural gas, and gems。包括着足濟魚仔通掠，還佫有石油、天然氣甲寶石。所以你講迄個self-declared， 你講啥物？家己封的，這什麼意思？我拄則看到 self-declared， 我就想到咱台灣史內底有安尼一個故事，亞母王朱一貴，你敢知影這是啥物人？毋知。這是就是反抗大清國的一個軍隊的首領，伊走去甲規個台南攏拍落來了後，佇台南的大天後宮遮宣布講，即擺我就是皇帝啊，伊要登基。這就是 self-declared。咱台灣話內底就會講，這是一個家己封的皇帝啊。尾後的人講到這段的時陣，就叫伊叫做亞母王朱一貴。刷來有迄個，因為這嘛是國際新聞啊，所以一定有一寡外來名吼。
一个是 Somaliland， 吼，其实嘛足简单诶，台语罗马字即个音写起来拢真顺，是索马里兰，无啥物好困难诶，你无需要去想讲即四个音安怎写作汉字，迄加加毋免啦，罗马字则好用，咱就照用就好。刷落来，咱台湾话甲国际新闻互相翻译，愈来愈顺畅，愈来愈惯势，即个现象定定拢会有用罗马字加偌简单咧，吼。如果迄个索马里兰甲 Somaliland 其实共音啦吼，所以较听较有吧。对。好，过来有即个头仔你讲state， 那是你讲邦国，吼 state 毋是国家。嘿，国家无毋对其实较早读册时阵学着遮个字，老师就一直甲你讲，其实英语内底吼 ，state、nation、country 拢是无共款的概念。就走去查 Wikipedia， 查过去查之前我嘛毋知啦。就是 state 对应着邦国。nation 是民族，即个 state 甲 nation 两项拢有啊，夹做伙伊才会变做 country， 就是国家。嘿，确实是安尼分对哈。State and nation 共做伙，才是 country 啊。那照讲台湾应该两个拢有嘿，台湾嘛有 state， 嘛有 nation， 咱即马欠的可能就是大家想要有一个家己的国家即款的意志。你拄则敢有听着我讲迄个双边拢好康？嘿，双边拢好康，这是benefit both sides, right? Benefit both nations. 嘿，当然我嘛共即句英语，我嘛挺好甲伊译做对双边拢有好处。听起来你就会感觉即个开口小啊差一点嘛。我若讲双边拢好康，无毋对，这就是正台湾话。拄则讲到因的自然的资源，very rich。大家看到即个 rich， 可能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丰富。丰富虽然讲无毋对，大家嘛拢听有意思嘛有对同吼我认为啦，若是要互伊一个较台湾味因的翻译应该是讲足有雅的，足有雅，有雅毋是有足侪钱？迄是好雅。好雅今日到遮吼。感谢各位来收看。你若感觉英台 Express 对你有帮助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若有任何你想要看到阮两个互相翻译的新闻 ，Feel free to drop us a line in the comments. See you next time. 再会。